model 圈亂到七彩，已經唔係乜嘢新鮮事，但係意想唔到，表面光鮮嘅 model 仲要被逼服務經紀公司嘅老闆。中國模特行業一年產值過百億，30%model 日薪300，少數電商 model 日入5萬，一場直播抵人哋一年血汗錢。最諷刺嘅係，新人 model 入行9個有8個都要交學費，幾千蚊影 model 卡，幾萬蚊報培訓班，結果一份工作都接唔到。表面上呢一個圈光鮮得嚟好似時裝周，實際上亂到七彩。2025年韓國媒體爆出，某經紀公司前 CEO 喺2020年至2023年之間多次要求簽約 model 陪佢去酒店，強行發生 XX 關係，仲偷偷影咗5個 model 嘅私密相。最離譜嘅係，仲涉嫌被逼未成年 model 拍攝擦邊內容。有啲人可能會問，點解 model 唔報警？現實係韓國社會對女性受害者仲存有指責文化，model 圈更嚴重。一旦 model 公開，就會俾人講你本身就唔係乜嘢好人。結果受害者多數選擇忍。model 圈到底係圓夢嘅舞台，定係一場精心設計嘅局中局？model 行業好似永遠掛住光鮮2個字，吸引無數少男少女入坑。但係現實係入坑容易，中伏更容易。新人 model 第一課就係影 model 卡，聽落好似好高大上，其實就影幾張職業相。但問題係價錢貴到離譜，動輒幾千甚至上萬。好多新人影完 model 卡之後根本就收唔到工作，照片就變成紀念品。另一招就係培訓班，打住乜嘢明星導師親自指導，結果學員都未必有 show 行，學費照收，前途就唔包啦。甚至有啲機構仲順手賣埋化妝品，賣埋美容套餐。好多人諗住走捷徑，參加所謂嘅私房拍攝，以為賺快錢，順便積累作品，結果跌落深淵。攝影師最常見嘅一句口頭禪就係放心啦，呢啲相淨係藝術。但最後結果點樣呢？好多 model 嘅私房相流出，甚至俾人打包出售。一覺瞓醒，自己變成咗陌生網站嘅女主角。有啲 model 仲會遇到更慘嘅情況，俾人偷拍，俾人威脅，唔俾錢就爆晒啲相。有啲人寧願交錢認輸，有啲人直接被逼退出呢一個圈子。講到 model 圈亂象，就一定唔可以唔提外圍呢2個字。佢哋打住 model 空姐嘅名義，實質提供嘅係陪酒、陪玩，甚至係更灰色嘅服務。根據媒體報道，有 model 單次收費高達8000人民幣，有一啲自稱係高端嘅，仲會用碩士生、白領、外企 model 做賣點。經紀人更加勁，一邊係接正經嘅工作，另一邊係暗地裏推外圍生意。model 同外圍嘅邊界變得模糊，分唔清。有啲 model 行天橋，有啲 model 行走廊，有啲 model 上時裝周，有啲 model 上 VIP 包間。表面都叫 model， 實質係2個世界。咁點解仲有咁多人明知風險大都要跳落去呢？因為呢個圈嘅光環太大，誘惑太深。有啲人真係圓夢成功，但更多人最終都係做咗人哋故事入面嘅炮灰。唔知大家又點睇？歡迎留言俾我。本期節目講到呢一度，我哋下期再見啦。